庆余年第2季与第1季不同，出现了很多对的 CP， 其中3对被庆帝指婚的倒霉蛋，他们的饭局更是笑料百出。而剧中一共都有哪些 CP 呢？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第6对叶灵儿和李承泽这一对 CP 的组成，也算是对应了原著的设定。李承泽本来想要借助庆帝下旨，让范若若嫁给李鸿成来坐实范家跟抱月楼的关系，却没想到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庆帝给他指婚了一位叶灵儿，这两人口味是谁也不喜欢谁，但逃婚和拒婚都是不现实的事，尤其是在太平别院，两人正式相见，叶灵儿都恨不得将李承泽砍死，只是叶灵儿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。为了叶家，他也不能这么去做。李承泽即便是皇子，也无法改变这个婚礼。不过最终两人还是成功成婚，婚后叶灵儿也过上了平静的皇子妃生活，不去参与李承泽的那些事情，也算是明哲保身了。只是在二皇子谋逆失败，选择自杀后，两人的 CP 也走到了尽头。第5对范建和柳如玉，这两人也算是第1季中就出现了老 CP 组合了。当时柳如玉一句老娘愿意，直接让两人的 CP 成为了备受大家喜爱的存在。不过在如今第2季中，两人的 CP 感也相对弱化了一些，柳如玉的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了范思哲和范闲的身上，同范建之间的互动少了很多，即便是在饭桌上，也只是在不断的关注范闲以及打探范思哲在北齐的事情。对于这一对老 CP 的刻画，有些不如第1季中精彩，加上柳如玉配音的问题，也让不少的观众有些出戏，所以第2季中范建和柳如玉这一对也不如第1季能打了。应该是编剧和导演打算将感情线的着重点放在3个年轻 CP 上吧，毕竟第2季中也出现了2对新的年轻 CP。你怎么给大人喝这个？这还行啊，这个。第4对王启年和王夫人，这一对在第1季中也是有着刻画，不过当时的王夫人并未露面，只有王启年一个人在支撑。第2季中由高露饰演的王夫人跟王启年站在一起后的 CP 感也非常高，尤其是王启年对于自己夫人攻击的样子，活脱脱的将自己怕老婆的一面展现了出来。而王夫人也跟很多婚后的女人一样，虽然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管得比较严厉，但是对于很多的大局，王夫人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，尤其是在给范闲做事的这件事情上，看起来是因为范闲给的银子比较多，但实际上王夫人也看出了王启年是很认可范闲，便也选择支持自己的这位丈夫。无论王启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王夫人都会带着王八一直的支持他，至于吃醋也不过是正常妻子们常有的表现吧。第3对范闲和李婉儿，这一对同样是第1季中就存在的 CP， 作为作品中的男女主，两人从赐婚之前就注定了是天定的缘分。在庆庙第1次相遇，范闲跟李婉儿就直接看中了对方，甚至两人互相用假身份的时候，也并未在意过对方的身份究竟配不配得上自己。后面两人正式相识，也就开始进入了没羞没臊的撒糖环节。李婉儿对于范闲是100%的信任，就连李承泽前去挑拨他和范闲之间的关系，李婉儿也是直接回对了自己的这位二哥。不过在得知范闲和海棠朵朵的事情后，也难免出现了一些吃醋的情节。同样，范闲害怕李婉儿的样子，也注定了他成婚后会跟王启年一样是个妻管严的类型。作为官方的 CP， 范闲和李婉儿两人是可以一直磕下去的一对，尤其是这次李沁的演技也更加的出色，和张若昀之间对戏更加轻松，让李婉儿和范闲之间也更搭了。你帮我参谋逃婚，这方面我有很多构想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暂时不用。为什么？现在看来不需要。第2对李成儒和大公主，这两人的 CP 可谓是很典型的傻白甜和霸总。虽然两人最开始对和亲有些不满，但大公主为了北齐，自然也不会拒绝这门婚事。至于李成儒，本来是计划着逃婚，在看到大公主并且接触后，李成儒也喜欢上了这位没啥头脑的公主，连骡子和马都分不清，直接激起了李成儒的保护欲。甚至在大公主从范闲口中得知了骡子的事情后，更是认为李成儒跟自己一样分不清，傻白甜的属性直接拉满了。好在李成儒的属性点的比较均匀，头脑、眼光和情商都很不错，这一对 CP 也成为了大家非常磕的一对了。而两人的结局也非常幸福，一起在东夷城中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第1对范闲和海棠朵朵，现在海棠朵朵在范思哲的眼中已经成为了他的嫂子。在海棠朵朵救下范思哲后，亲自将范思哲送到了北齐京城，一路上范思哲不断喊海棠嫂子，甚至在他的眼中，海棠朵朵这位嫂子要比林婉儿更好，因为林婉儿在他眼中就像
是红楼中的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。虽然海棠朵朵也在极力的否认这件事，但越否认，范思哲也就越认定这就是他的嫂子之一。只是范思哲此时也并不知道，虽然范闲和海棠朵朵也算是郎情妾意，但最终两人并未走到一起，身份和海棠朵朵的离霞便成为了这一段感情的拦路石。好了，关于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6对 CP 的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